继续来关心，国防部公布上新侦查到15架次的中国军机，加10架次的中国军舰扰乱台湾，而且有风声讲，中国的山东号航空母舰编队经过巴士海峡向西太平洋来航行。有航空迷发现讲，同一天有一架美军海巡无人机出现伫咧台东外海咧拍酷射，几个点钟了后才离开。有专家认为讲，这应该是咧监控中国水面舰做相关的任务。 国防部公布，初六几天查到15架次强机、10架次强舰侵入台湾，更加传出中军山东号航母编队经过巴士海峡向西太平洋航行半天，搁转来。也那航空迷发现，同一天有一架美军 MQ-4C 海巡无人机对日本那霸空军基地起飞了后，出现伫台东外海，西军点钟才回航。共军在台湾的周边呈一个倒西型的一个包围态势就是在台湾的西南还有东南的位置，都会有共军的船舰、起降直升机，不排除 MQ-4是在观测中共这些就是舰队的可能状况。 原来伫22到26举行的汉光40号演习，有过伫台北港、港岛平原、松山机场、桃园机场、台南机场周边、台中花莲台东、澎湖海埔等12个所在进行反空机港演练。学者指出，顶面所讲这12个所在直升机拢能力来起降，而且位伫关键基础设施的周边，演练的目的是防止敌方的部队夺占相关的地点来进行有效攻击。 机场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重要的政军中枢或重要的基地有一些地缘关系，当然就是模拟这个国军部队要反击中共的空机教。学者分析，今年汉光反定了上定的焦点是多点东部防卫，凸显区域防卫的重要性，而且未像以往有先来发布各种的状况。参与的单位必须挖靠平常时的训练，计划机动来应对整体更加瓦管实践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